的深厚。那这个神话本身有一个很重要的母体，就是朝天宫的妈祖信仰。那不过这个信仰本身其实造就了很多，例如说今天我们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当我们队伍前导的马正吹，那这个声音在北港没有消失，不过用真人跟乐师来演奏。那带着进香团这样的画面，在北港确实已经有好些时间都看不到。那如果可以透过这种进香文化，而且是从文化资产还是文化角度来去，再重新的让更多的年轻的学子，包括我们都来自于台北，那让外地人理解北港，那让北港人看到外地人也跟北港的互动，那让北港人也可以更有对于自己文化的乡土爱跟认同。那我觉得这个是这一次我们从台北下来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最大的目的跟初衷。台北艺术大学在。